大家好啊！今晚由胡海文同埋顛當阿贊同你一齊睇下天氣。一道低壓槽為廣東沿岸地區帶嚟唔穩定嘅天氣，同時一股清勁嘅偏東氣流會喺晚間抵達珠江口一帶。本港今日都係多雲間中有雨，唔知道聽日嘅天氣又係點呢？聽下顛當預測。唔該晒顛當㗎，天文台預測聽日係多雲間中有雨，早晚會有薄霧，氣温介乎喺18度至到21度，而相對濕度介乎80%至到95%之間。後日清明節天氣會再差啲，會係多雲有驟雨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。預料一道冷鋒會喺接近週末嘅時候為雲南地區帶嚟大雨同埋雷暴㗎。去到週日先會見翻啲嘅陽光，到時嘅天氣會係較為清涼。跟住轉睇下雲南地區嘅天氣。澳門、深圳會有雷雨，廣州、東莞會有雨。呢4個城市嘅氣温介乎喺18度至到23度。另外4個雲南城市嘅天氣方面，珠海、中山、佛山、韶關全部都係有雨㗎。其中韶關嘅雨勢會比較大，氣温介乎喺18度至到20度。我再北上啲，聽日4個主要大城市嘅天氣先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係多雲，而成都就係天陰啦。氣温介乎喺15度至到24度。好啦，今晚嘅顛當天氣預報就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